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。開始之前，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樣一有新片時，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今晚唔講政治，唔講經濟，只講一樣最重要：愛情同鋼琴。話說我哋女神梁敏巧 Maggie，依家真係由鋼琴小姐升級做話題小姐，成日同個位叫 Mag 嘅暖男律師一齊出現。呢個組合一出場，嗰啲粉絲就即刻燒起粉紅色蠟燭，嗰啲狗仔隊記者就即刻近場揾料，因為佢哋唔單止係傳緋聞，仲真係做咗件浪漫到有光圈嘅事。去到銅鑼灣活動度一齊表演4手聯彈，仲有梁小姐嘅爸爸現身現場，氣氛真係有見家長嘅味道。跟住場面變得好戲劇性，4手聯彈本來就係浪漫道具之一。2個人要靠到好近，手要互相配合，琴鍵下邊嗰啲小手指仲要貼埋一齊，感覺上好似有啲電流過，觀眾就成隊噓寒問暖，想象力即刻發展到八卦2.0。Matt 仲俾記者問到會唔會緊張，佢竟然好可愛淡講，見家長比4手聯彈更令我緊張。如果你而家係現場，你會唔會想尖叫一聲，哇，真男人？你估唔估到暖男做律師果然係有加分位？你知啦，八卦世界係一個會自動放大細節嘅地方。梁敏巧當記者叫佢做情侶檔嗰刻，佢即刻話又唔係情侶檔，係俾啲機會。呢句短短幾個字其實係超級有戲，佢既唔完全否認，又唔想俾人話佢搶鏡，用咗俾啲機會呢個曖昧但又好有商業價值嘅說法。聰明得嚟又夠溫柔，俾粉絲同記者齊想象，係咪真係拍緊一場慢煮戀愛劇？你話係咪好啱拍劇組嘅宣傳節奏？事實上呢個回應就係新聞入邊直述嘅一部分，大家可以睇到佢當時回應。但係真相通常就好簡單，佢哋係因為參加咗個戀愛真人 show， 節目名係女神配對計劃，配對成功之後人氣即時爆升，跟住就要做一大堆活動。直播、廣告活動同 fans 互動，時間表排到好密，所以見到佢哋經常一齊，最合理嘅解釋係工作需要加粉絲，經濟加撩人氣場面。當然啦，呢啲嘢就係令娛樂新聞黏度高嘅原因，觀眾就中意睇兩個人有少少曖昧，又唔完全公開，咁先夠刺激。多份報道都有提到。節目播完之後，呢對 CP 真係好受歡迎，工作邀請即刻多咗，收入都上升。有報道仲話梁敏巧因為人氣上升，有送父親禮物或者其他驚喜，呢種感事更加令故事 feel 更暖啊！而家再講下現場嘅細節，因為畫面感好重要。想象銅鑼灣燈光舞台唔係大到咩，但夠溫馨。梁敏巧着咗條靚裙彈琴。Matt 睇落好穩重，但緊張得嚟有一種純情律師嘅氣質。佢哋練琴練到晚晚摸手仔，唔好即刻用衰字眼。喺報道用咗會輕輕掂到手指尾，你可以諗到兩個人練琴時手指互相覆過，連按鍵嗰一刻都係一個小小嘅 drama。場面充滿粉紅色泡泡，粉絲即刻大叫，攝影師就唔放過任一個慢鏡頭。記者問到 Matt 會唔會因為見到梁小姐爸爸而壓力山大，佢又笑住答話 Uncle 好溫柔，我相信佢都滿意，仲特別買咗爸爸中意嘅零食嚟孝敬，聽到冇？完全係暖男範本啊！好，講返娛樂角度，呢啲情節係幾乎每套偶像劇嘅必備橋段，4手聯彈見家長，牽手觸電，男方細心買零食，女方矜持不肯承認係情侶。你見到觀眾嘅腦就會自動做導演同編劇，幻想之門即刻打開，粉絲會開始製造同傳播梗圖、cut 剪片，仲會有人 chop 劇情加字幕寫下一集預告、結婚篇。娛樂媒體亦都愛睇呢啲，因為呢啲素材可以生出好多 follow up 報道，熱度就咁延伸落去。事實上，唔止一間傳媒攞呢件事做頭條，有幾個媒體都有不同角度嘅跟進報道。甚至有專欄用輕鬆口吻分析呢對情侶嘅化學反應。講到呢度，
你可能會問佢哋有冇真係諗結婚，會唔會即刻做人？好啦，部分報道同片段入邊或者係後續訪問，有啲 talk show 式嘅玩笑，提到婚後即刻做人之類嘅誇張說法。你知啦，記者中意揾爆點，但係我哋今日做嘅係八卦廣場，唔使太執着真相，重點係氛圍夠甜，賣相夠好，粉絲夠瘋，娛樂經濟就會繼續運轉。講翻我個人觀察，梁敏巧做事都有分寸，佢唔係會漫無目的咁放閃，佢講話俾啲機會嗰句好有策略性，既保留浪漫想象空間，亦保護自己作為藝人嘅形象。Matt 呢個角色就係暖男類型，好識做細節，例如記得良父中意嘅零食，講多兩句就會被民間加戲變成暖男代表。呢啲角色定位對節目同製作方都有利，粉絲有期待，媒體有話題，兩個人都可以接更多廣告同活動。呢啲配對出到現場做四手聯彈見家長，粉絲圈就會自動分工合作。有啲人做剪片，有啲人做歌單，有啲人做花圈，唔係真花圈，係網上 support。仲有啲人會去留言板做心理分析，例如 Matt 望 Maggie 嘅眼神係咪真心？佢哋彈琴時手指尾掂到嗰一刻，鏡頭有冇 slow motion？作為一個娛樂新聞主播，你要做嘅就係把呢啲小動作放大，加背景音樂，再加幾句誇張旁白，保證觀眾笑埋一齊，累埋一齊。報道已經提供晒素材，現場有粉絲尖叫、記者問答、爸爸出場等，呢啲都係可用素材。再講一個我特別中意嘅點，四手聯彈其實係好有戲劇張力嘅橋段。因為你係舞台上要互相信任，要同步，仲要兼顧表情管理。試想像導演會點係，慢慢嚟，情感要內斂但有火花。而現場嘅 Matt 就最適合做含蓄型暖男，佢嗰句會輕輕掂到手指尾，好緊張，真係一秒變成全場金句。呢種人設係粉絲會愛死，媒體報道到位就會將呢句話放多次回放。喺影片剪接嗰度重播3次，加上你想象中嘅心跳聲效果，觀眾面上即刻可以見到粉紅泡泡特效。你剪片嘅時候記得放一兩條粉紅色 confetti， 而事實上呢啲細節就係新聞報道嘅重點之一，所以我先頭已經引用咗相關報道。再嚟講講製作與商業角度，如果你係製作公司，你見到呢對 CP 有爆發力，下一步會點？好簡單 ，keep them visible， 安排一連串嘅公關活動，一個 live， 一個小型音樂會，幾條品牌合作貼文，甚至安排見公式嘅互動，即係安排佢哋一齊上節目，接受50個問題，玩角色扮演。目標呢係把觀眾期待拉長，唔好一次過放光晒。實際上，報道亦都有提及，佢哋節目後工作同邀約增加。呢啲都係商業化嘅自然後果。粉絲睇到兩個人持續曝光，熱度就會維持，廣告商就會繼續買單。講翻人情味同八卦位，梁敏巧爸爸出現嗰一刻，現場氣氛由節目活動一下變成家庭小聚，呢種見家長既視感係好 powerful， 佢令觀眾覺得兩個人嘅關係有深度，有實際連結，而唔只係表面玩玩。Matt 買零食孝敬良父呢件事，我覺得係暖到想喊嘅細節。一個男人記得細節就係最安全嘅暖流。你記得我爸爸中意食乜？你記得我有冇咩忌口？呢啲令家長好感度即時加10分。媒體拍到呢啲場面 ，fans 就會更加投入，甚至有人會做家庭模式嘅同人圖。Maggie 煮飯，Matt 幫手洗碗，唔係我講，係人氣操作教科書。現場報道亦有描述 Matt 同良父互動來源可靠。好，講到呢度唔可以唔演技。梁敏巧面對情侶檔呢個 label 嘅反應，其實係一個好有技巧嘅公關動作，一面用否定，一面用俾啲機會去吊觀眾胃口。呢個平衡做得好，既保留浪漫想象，亦保護未必真係想太快定型嘅職業生涯。觀眾就會因為呢種半遮半掩而更想探究。媒體就會更愛 follow up， 於是個話題 cycle 就被延長。而作為觀眾，你可以點做？唔係叫你去瘋狂追星，
而係教你如何用最有趣嘅角度欣賞呢段八卦。最後用粉絲投稿或者網民留言集錦作結，仲可以加一段10個可能嘅下一步，例如一齊開 live 教琴，一齊做代言，一齊出同居 vlog 等等。最後送你一個八卦式大結論：娛樂界就係一個好會把小動作升級成大氣氛嘅地方。梁敏巧同 Matt 呢次4手聯彈加見爸爸場面，係一個經典嘅從節目到現實嘅延續劇情。佢哋兩個人嘅互動有誠意、有戲劇感，又有市場感。簡單一句話，夠晒娛樂性。至於未來會點，觀眾最愛嘅就係期待下一次見面、下一次訪問、下一次可能嘅小動作。我哋就做一個開心嘅旁觀者，食花生，笑幾聲，又唔好太認真，因為娛樂嘅本質就係帶俾人快樂。好啦，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中意嘅記得訂閱同埋讚好，仲有分享俾你哋啲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